先先来看今仔日的天气是真热哦，气象局嘛针对北部、东部发布高温指示，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南部就要特别注意局部会落大雨。明仔载开始到拜六，受到低压带影响哦，台湾附近的水汽会变多，规个西部拢会落短暂雨，也是雷公雨。中南部的雨水会真高，无可能会向下大雨，所以民众就要特别注意。台北市透中昼真热，未少民众行伫路顶，拢爱举伞避日头。虽讲拜至中南部本正就落一寡雨，不过为拜三开始，中南部雨水就要变愈高。拜三到拜六受低压带的影响，台湾周边水气高，尤其伫中南部的天气会搁较无稳定。星期三到星期六因为低压带的影响，天气会比较不稳定所以包含整个西半部。容易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，并且这当中一旦雨势对流包有发展起来，容易出现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，所以可能会有瞬间的大雨，造成时雨量超过40毫米这种短延时的大雨，或者是累积雨量超过80毫米一整天这样下来的局部的大雨。拜二天气稍热，气象局也针对北部、东部部分县市发布高温指示。虽讲拜三开始，因为雨水日头会小可较温和，不过整体温度也是较高。气象局提醒民众要补充水分。接下来礼拜三到礼拜六，因为云比较多，也加上有一些下雨的状况，各地白天的高温会比这几天略降个1度到2度左右。不过整体来说，没有下雨的时候，感受都还是比较闷热的。另外，伫台湾东边的太平洋目前有2个风台，但是估计对台湾拢袂有影响。其中较晚台湾的轻度风台蓝温，伫今仔日透早已经去到日本。气象局提醒民众，若有计划到日本，要注意航班的资讯。记者郭明调随台北报道。